2024年台湾国际人权雅典对10月14开始巡回播送，嘉义市的独立册店台湾图书社嘛联合在地店头家，作为办理这人权雅典的活动。头一场就建伫咧嘉义的旧监所内底，配合导览活动，帮会当加深民众对人权的意识。伫嘉义边仔小路上界较早的历史，2024年台湾国际人权雅典嘉义市的活动，主办单位唔但要伫嘉义内底放电影，佮配合地方创新团队设计旧嘉义的行头活动，配合暗时放的纪录片，全民感识。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，我觉得它是真实而且令人恐惧的。对台湾人来讲，咱像自由，那敢若空气共款，大家平常时无啥感觉到。啊，毋过即马伫咧嘉义内底，大家可能搁较感觉到讲，哦，这个自由的珍贵伫倒位。2024台湾国际人权雅典一直到11月15号，会伫全国巡回放电影。嘉义市的独立册店透过自录串联的方式来举办。头一场的活动就建立嘉义旧嘉义内底，要透过空间甲活动的结合，加深民众对人权的意识。这部纪录片里面看到中国的现况，就是它有时候其实是很无力感的。那个无力感不只是来自于，这个他遭遇到的情况，我觉得更重要是来自于这个体制，还是讲这个国家是对他的这种压迫。会使了解讲，咱台湾的民主的过程是真无简单的，嘛真有可能一个啊，咱就已经失去这个自由的机会。所以希望大家拢会使珍惜台湾的民主。这摆人权雅典嘉义地区计共16场的活动，会放送9出电影甲3出短片。主办单位之一的台湾图书社表示，这影片平常时较看袂到，但是甲咱的生活有真重要的关系。希望透过活动，会当让民众对人权的议题有更较深的认识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